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4/2025年3月12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7篇，约伯记第1章第1节到22节，路加福音21章34节到22章第6节。今仔日要跟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拥有权。每一摆读到约伯的故事，就拢会安尼感觉真安尼丢毒吼，毋知要安怎去思考。因为呢，一个艺人甲一个悲惨的人生，特别对即寡非基督徒，因总是会问啦：恁的上帝是有问题少？迄一个上帝眼中看做义好人，竟然上帝允准即种悲惨的代志发生伫伊生命内底。知影真侪基督徒的朋友，但拄着有人安尼甲问的时阵，嘛毋知影要安怎来回答。可能咱应该爱先来跳出迄个义人甲即个悲惨两件事的对比啦吼。咱要先来思考是讲圣经的中间要安怎看义人，到底义人是啥物意思？然后咱再来思考迄个主权的问题。也好本人翻译讲上帝眼中看做义。这互咱误解着约伯是因为伊的行为正直，敬畏上帝，无有犯罪记录，所以上帝讲伊是义人。其实重点无在伫伊的行为，是在伫伊敬畏上帝。就亲像保罗的教是因信称义，是因为相信上帝就互上帝称做义。但是约伯的信心真正有遐尼大吗？事实上，约伯记所记载约伯信心是安尼，我加做伙啦吼。伊加伫倒位呢？伊所遭遇困难的时阵所失去的一切的物件，因为安尼伊就来甲上帝来辩论呢，甚至嘛安尼甲伊的朋友伫遐争辩啦。第二个问题，到底约伯所失去的物件是什么人的啦？是什么人的？约伯的性命是什么人的？拥有权是什么人？约伯是因为上帝予伊拥有遐尼济的财富，所以伊就行为正直，无做歹事。如果伊所拥有所有上帝所赏赐伊的一切，拢叫上帝收回，伊还阁会是一个行为正直、敬畏上帝的义人吗？其实这个才是约伯记的重点啦吼。约伯记第1章第1节到22节，乌斯地区捌有一个人叫做约伯，伊顺全正直，敬畏上帝，无做歹代。伊有7个囝，3个查某囝，伊的财产有7000只羊，3000只骆驼，500对牛，500只驴仔母，阁有真济的仆人。伊会通讲是东方第一好个。伊遐个囝常常轮流伫因的家己的厝办青草，嘛请因3个姊妹来做这个邻居。每一遍拢轮流办青草，约伯会找人叫遐个人洁净家己，伊透早起来照因的人数替因烧迄个烧化祭，献烧化祭。约伯照常安尼做，因为伊想讲伊的囝可能有犯罪，亵渎上帝。有即是上帝的种使者来徛伫上帝面头前，撒旦嘛来啊！上帝问撒旦：你去倒位？撒旦应上主：我伫地上四界行来行去。上主对撒旦讲：你有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无？世间无人亲像伊遐尼顺全，敬畏上帝，无做歹代。撒旦应上主讲：约伯敬畏上帝兼无道理。你竟毋是用篱笆甲伊围地，保护伊的家庭甲伊所有一切，伊所做你拢祝福互伊，互伊的精神坐甲算袂得，伊所有你亲手甲伊砍一个，看卖咧，伊一定会当伫你的面前来救助。
上帝对撒旦讲好，你一切所有的拢伫一切所有拢伫你的手头，毋过毋通伤害伊本身。撒旦就对上帝面头前出去，有一日约伯的囝查某囝拄着因大兄的厝伫食伫啉的时阵，有一个使者来甲约伯讲。牛在犁田，离母伫边仔食草的时阵，四班人忽然来攻击，甲牛甲犁拢抢去，佮用刀刣死遐的仆人，只有我一个走来犁来甲报。伊还未讲煞，佫有一个来讲，上帝的火对天降落，烧死羊群甲遐仆人，只有我一个走离开来报你。伊讲还袂煞，佫有一个来，加勒底人分做三队，忽然间讲来，甲骆驼拢抢去，佮用刀刣死遐的仆人，只有我一个你来报你。伊还未讲煞，佫有一个来讲，你的囝查某囝，甲伫因大兄的厝底食伫啉的时阵，忽然间有大风对孔遐头来，扫厝的四角头厝倒，地死遐的少年人，只有我一个走有你来报你。约伯就起来，拆哩外衫剃头，拍伫涂骹拜，讲我脱体出舞台，嘛会脱体倒去。上主赐福，上主提起，愿上主的名受称赞。虽然拄着这个代志，约伯并无犯罪，指责上帝。耶稣基督伊嘛提醒军队者着爱谨慎免得因为贪心失去敬畏上帝的心志。路加福音21章34节到22章第6节，耶稣安尼讲着：恁家己着谨慎，才免得为贪食、酒醉甲生活赶入互恁的心麻痹，直到迄日亲像落梦忽然间临到恁。因为迄日会临到伫全世界各所在的人，就不是警醒祈祷，互恁有气力通逃避一切地发生的歹代志，通徛伫人主的面前。这几日耶稣基督拢伫圣殿咧加持人，暝时出城伫橄榄山过暝，众人拢透早就去圣殿听耶稣讲道理。度假节也叫做盘过节，特别到这市长甲银行教师因为惊民众，所以咧找看有甚么法度通害死耶稣啊无。撒旦入去迄个叫做以斯加勒的犹大的心内底，伊是12个使徒之一。伊去甲这市长甲圣殿的守卫官参详，看要用什么法度来将耶稣出卖。伊真欢喜，要互伊钱，犹大同意，就一直在找机会，通伫群众无人中间的时来出卖耶稣。军队耶稣基督的军队者，伊对因提醒，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所需要的，也是约伯所需要的，更加是伊的门徒犹大所需要被提醒的。诗篇17篇，上主啊，求你听公道的诉求，留心听我的祈祷。我要用奸诈的嘴唇来祈祷，求你按耳孔来听，求你用目睭看出是非，求你判我无罪。你有考验我的心，连暝时嘛监察我。你用火锻炼我，无做着什么歹。我立志无互我的嘴有过失。我遵听你所讲的话，无亲像别人会行做。我谨慎无行强迫的人的路，我下骹一直行伫你的路，毋捌偏离。上帝啊，我求你，因为你会应我，求你按耳孔听我的祈求，求你显出你奇妙不变的听，用正手救倚靠你的人脱离因的对敌。求你保护我，亲像保护目睭人，也看我伫你的实下。求你互我脱离抢劫我的歹人，脱离围困我、要害我性命的对敌。因他捌人民的心，因的嘴
讲骄傲自大的话，因对入我，现在委屈我，因直直咧想要甲我摔倒伫涂骹，因亲像狮小想要拆碎我，亲像猛狮埋伏等待我。上主啊，求你起来对付我的对敌，互因屈服，用你的刀救我的性命脱离歹人。上主啊，求你用你的手救我脱离世间人，脱离伫现世享受的世间人。你用你的财物长满因的腹肚，连因的囝儿嘛长甲饱饱，阁有剩，阁留互因的囝、因的囝孙。若是我会看见你的面，因为我行为正直，我困醒的时，你的临在会互我满足。感谢主提醒阮，生命主权无在伫阮，生命中间阮所拥有的，搁较毋是阮所有的。求主你这是对上帝遐来的赏赐。求主你帮助阮谨慎祈祷，互阮袂跌到入迷惑内底。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